愿我亲手不做，岂有不爱之理？当初女儿经我柔弱，你不肯发兵相救，如今女儿有此家园，你又不肯发的正义，这不在他又是什么夫人啊？现在你爱女先把女儿总把我与菊花端上自来，此情他心中就在自不改，愿望人间两元配，神龙驾兮我心